其实灵域啊，在人界早有记载，入始皇帝曾派人去蓬莱仙岛求仙，那里就有连通人界和灵域的门。灵域的空气对人类有毒，但也有极少数误入灵域的人适应了灵域的环境，发生了进化，最终定居下来，繁衍生息。后来这些人在灵域世代生活了下来，被称为灵人。灵人有很多人种，而且相比人类表现型差异更大，所以看上去千奇百怪的。当然，也有许多灵人看起来和人类没什么不同吧，毕竟最初都是人类。但是，由于灵域的特殊水土，灵人容易发生变异，成为力量强大但内心邪恶的一人。灵域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世界观这些东西三言两语也是说不清的。你等一下。哎呀，你有空读完这个就全都知道了。灵域有百科。灵域百科。这么厚啊！住手！你是谁？少在这里多管闲事！我是这条街的镇魂将，你说呢？好啊，听说只要宰了你，这条街就是我们的了。上！他有火气，走！能进入赤炼街，想必你也是祭灵人吧？对呀，我也是祭灵人呀。谁说拳头打不过火气？抱歉，我的本意是罗刹街。不过赤炼街和罗刹街相邻，到时候在罗刹街打起来，你要是通风报信，那就不合适，只好委屈你去死一死了。这条将军链挺漂亮的，先放到我这儿。
将就着吃点吧。不用等你哥吗？不用，他没那么快回来。现在罗刹街里那段路不好走，他肯定从人界走，然后选个入口进入罗刹街。城里那么多吃的，他怎么都吃饱了。真羡慕他。我要发挥我逆天的联想能力。饱了啊？啊！你赶紧吃你的，吃你的。女人的胃，小孩子不懂的。小亮，你这么小，都是自己做饭吗？哥哥他从来不做家务，烧菜、洗衣服只好我来做。人渣。姐姐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不过，你们家里就你跟你哥吗？你爸爸妈妈呢？拍完这张照片的当晚，爸爸妈妈就出车祸死了。那天，哥哥想要买一个海贼王的手办，但爸爸觉得贵，后来他一直板着个脸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照个相愁眉苦脸的，你死爹了？呸呸呸！哪有咒自己死的？不就一个玩具吗？你给他不就完了？贵呀！鄙视你！走，那行了啊，别生气了，爸爸带你出去买玩具，好不好？彦斌，爸爸说带你去买玩具，跟爸爸笑一个。嘿，傻小子，走。但是他们出了车祸，哥哥很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爸爸和妈妈却……对曹将军的意外亡故，我们御灵使深表遗憾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罗刹街的镇魂将，这条街你说了算。放开那个女孩！这条街归我管，谁以后还敢闹事，我保证让他后悔。滚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柔。我叫曹彦斌，是这里的镇魂将。哇，镇魂将呀！以后有我在，我就再也不用受欺负了。
要为曹家世代封坛导火。我有守护灵了。哥哥有了第一个守护灵于禁，成了名副其实的罗刹界镇魂将。可1年后，来了一帮凶悍的异人，小柔死了，于禁拼死杀死了敌人，也阵亡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怎么了？姐姐，你待在这儿别动。怎么了？有妖气，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。再前进一步，杀无赦。流雨，没有挥发掉，是个寂灵人。走，叔叔。贤良，快走！虽然对你的脸不熟，但是看你的个头，你应该是弟弟曹玄亮。谋害镇魂将是重罪，你不知道吗？明明是你打了他一钉子，可不要赖在我的头上。你到底是谁？王国第9骑士，黑耳坎普。王国，看来我们的组织声名在外呀。小孩儿，有遗言吗？八臂螳螂唐流雨，双目失明却可以听风辨位，以使用奇门暗器为名，为了夺取最强暗器叛变唐门，一夜之间屠杀唐门400余口，手段极其残忍。后良心发现，退隐江湖。真是凶残的守护灵啊！像你这样的小孩，要是不早点处理的话，日后必成大患。来试试啊！岛金，搞定。岛金一红。历史学得不错嘛，战国大将和武林高手，到底哪个更强一些？兄弟2人出去没有一个回来的，算了，去睡吧。小亮，小亮，快走！哇哇哇！这就是传说中的灵槐树，好高大呀！哎，还有一个人类女人，小小年纪就知道英雄救美，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纪灵。果然是你，可是谁杀了你？
哎呀，算了，先回去了，路上吃点东西。唐刘宇弱于岛津，你弱于我。根据纪灵人战斗定律，你没有任何胜机。现在这种情况还需要我帮你分析？我击杀你，唐刘宇必死。我们在这耗着，唐刘宇必死。你若逃跑，守护灵和纪灵人相距过远，会变得虚弱。唐刘宇死得更快。像唐刘宇这样难得的艺人，实在不应该把自己的性命和你这种弱者绑定。哥哥，你快回来啊！你哥哥曹彦斌呢？你现在心里正在祈求他出现救你。纪灵人虽然和一般的人类不同，但他仍然属于人类的范畴。像岛津这样等级的艺人，是不可能有人类与他匹敌的。我哥才不是一般的人类。守护灵战死的纪灵人，就像被拔了牙的猛虎，折了翼的老鹰，能苟延残喘地活下去，就不错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是一伙的。有遗言吗，小孩？岛津，动手吧。愤怒可以增加力量，可惜兔子的极限也无法咬伤我。我的演技不错吧？唐刘宇果然是不可多得的艺人，林怀树和唐刘宇，这次的收获非常的丰富呀。做梦吧，我誓死捍卫我的家。多么中二的孩子呀！你确实是要去死的，因为我们要的只有唐刘宇。纪灵人死了，守护灵也会死的。那是以前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剥离守护灵的方式。别了，姓曹的小孩，你想先死也行。守护灵。纵然已有。